校讲客语，咪咪说讲客话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收看的是微笑讲客语，咪咪说讲客话。今天不教英文，今天来学客家话。我们知道呢，礼仪之邦啊，礼多人不怪啦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用的不得体啊，或不合时宜，反而会造来反效果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讲，如果出门在外了，我们要做一些招呼。遇到的熟人呢，我们可以说，如果是早上啊，我们知道 Good morning， 大家都会；早安，大家都会。可是到了客家庄，我们要说的是安祖烘，安祖烘。哦，安祖烘哦，你这么早就起来了。安祖烘就是这么早起的意思。好了，您到了早餐店吃东西啦，你也可以跟老板打招呼，你可以跟老板说头家好，头家就是指老板的意思。头家好，叫做老板您好。吃完饭之后呢，老板会跟你说，安之 say 哦，安之 say 哦，这是谢谢的意思。安之 say 哦，好啦，如果你在路上呢要问路的时候，或问一点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晓得英文最简单就是 excuse me， 这是最好的开头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说国语就是不好意思。客家庄您要说客家话了，怎么说呢？歹势，再来一次，歹势，歹势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。歹势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我用的一火车头呢？火车头，火车头。不过客家话说火车头，其实就是指 train station， 就是指火车站的意思。所以在这里的歹势呢，就是说，哎呀，不好意思了，请问一下。但是呢，说到这种不好意思、对不起啊，有两种，就如同英文有 excuse me 和 I'm sorry 的差别。通常呢，你要跟人家说对不起哦，那种对不起呢，我们要用的是失礼，懂失礼哦。真的是很不好意思，也就是 I'm so sorry，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，很抱歉。所以你要分清楚。基本上来呢，你可以说歹势很类似 excuse me， 然后呢失礼就很类似 I'm sorry。好，教会了吗？好，时间又到了，别忘了每天要准时跟着许巍来学一些有用的生活课语了。我们下回再聊咯，安之 say 哦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